啲人成日話渣男，其實我覺得渣女仲多。一個男人如果佢前期冇付出相當嘅時間，甚至係錢嘅話，佢都未必渣得到一個女人。但係一個女人可能只係虛偽咁樣讚美下、認同下個男人，個男人已經會為佢赴湯蹈火。而最恐怖係，女人係由細到大都知道自己係可以利用男人㗎。你細個如果唔係讀男校嘅話，你一定見識過校婆。校婆做咩要發姣呢？咁就睇下啲男同學俾到啲咩佢啦。有啲男同學可以朝朝買早餐俾佢食啦，有啲會借碌屎俾佢抄，幫佢抄功課啦，有啲甚至將自己嗰份零用錢都俾埋佢使。到大個啲啦，你有一定聽過，有啲女仔係專做娘娘，好中意收兵嘅，甚至乎有啲女仔每次去旅行都會喺交友 Apps 嗰度揾工具人。呢啲工具人就係負責帶佢去遊覽，帶佢去吃喝玩樂。我都識得有個女人係我嘅舊同事，佢嚟英國之前已經喺香港裝定交友 Apps 識英國嘅男仔，貪嚟到英國之後就有免費住宿。點解男人咁容易就被渣女利用到呢？因為男人天生係唔會將咁多心思放喺感情呢樣嘢度嘅，佢哋有時間有精力都去競爭去工作啦。但係女人就可以純粹係為咗想利用一個男人而去接近嗰個男人，亦都可以係為咗想喺男人身上攞着數而花盡心思諗好多計仔。其實我不嬲好反對人收兵嘅，因為我覺得女人收兵都係想攞着數啫。你與其花咁多時間花咁多心思去想攞人嘅着數，你不如將呢啲時間去增值自己啦。呢個世界永遠都係你靠人，你不如靠自己啦。你靠人嘅話，有一日佢醒覺佢唔再做兵嘅話，你就乜都冇。但係你增值咗自己，你袋咗落自己袋嘅嘢，係永遠人哋都攞唔走嘅。而男人呢，我奉勸你大眼識人，同埋保持理智，唔好俾荷爾蒙沖昏你嘅頭腦。因為依家嘅女仔係冇以前咁單純噶啦，依家係複雜好多，同埋計算好多噶啦。你又有冇試過遇上渣男或者渣女呢？或者你自己有冇做過渣男或者渣女呢？留言話俾我知。